我们也谢谢志强小组用差遣我配合今天的主题一起来见证神的话语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确信新的一年你美丽的创造，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你这个创造是何等奇妙！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要在教会当中重新决志，重新受呼召，在神的圣工上面，我们一起努力来参与。愿神将恩典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大，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方都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愿从神的话语得到学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仆人在现在这个社会对仆人的定义就非常差异很大了以前是真正的有仆人特别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亲戚啦或是有人移民到东南亚去。东南亚因为它的贫富差距很大，可能有一些家庭呢，他们有需要经济上的资源所以呢，菲律宾印尼很多仆人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请了好多位仆人这样子，很习惯很习惯。但是在台湾比较没有仆人的这个名分或是呼召，顶多就是我们的协助的工人或是管家那一类的。但是在早时候，仆人的意义就很大。有的是真正甚至是奴隶，因为在那个早期的比如像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社会，在耶稣的他们生存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这个仆人或是奴隶就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存在非常普遍的存在。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话语，其实是衍生到后来成为神属灵的仆人，那就更有很多属灵的含义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这段经文我们听起来很熟悉。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座的指南执事他成立的48的那个咖啡福音据点那个经文就是路加福音4章的18节，它其实就是引用到这一段经文的。就是说，以赛亚的原始经文是在这里。那耶稣当然他开始出来传福音，就用那一段话再重复一次，表示这段话成为教会或是信仰，或是我们为神工作一个重中之重，或者是核心的核心。那等一下我们会做经文再一起学习了那我们刚刚讲上帝仆人的真理，在古代的社会，奴隶仆人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我们知道以前呢，在还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时代，很多人因为比如说征战，比如说抢夺，或是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所以把这些人就抓来当什么？当奴隶，因为很不像现在有机器有各样的工具，所以那个奴隶是他们最好的工人。那我们又可以看到，犹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亡国他们就被抓到巴比伦亚述帝国很多人是做奴隶的。虽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比如说但以理这些官员，他们是因为在神特别的呼召之下，成为那个异国的一个重要的使臣。那更不用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出埃及呢？为什么要出埃及？是因为他们在埃及生活了几百年，约瑟的影响力结束之后，这一些以色列百姓就变成奴隶了，被法老王拿来当他们最好的生产工具。所以有这样的氛围跟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仆人或是奴隶的意义是很广的。不过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学习什么叫仆人的真意早上第一堂，我们举行了
这个新任的长执、首长就任及中保代表同工差派礼。那当然，因为我们是2堂礼拜，所以不得不集中在第1堂了哈。有的弟兄姐妹就很可惜没办法参与。照理讲，长老跟执事的差派呢，要所有的信徒一起誓约哦。就说长老誓约完啊，信徒要誓约说，我也要支持他们，然后啊，不过因为我们2堂礼拜或是3堂礼拜就没有办法这个面面俱到。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一些长老的誓词的宣告里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老职分的一个提醒哈。这个长老封立的宣告有讲到3个重点。第一个点，他说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跟利未人一起同工来管理圣殿及会堂。我们知道旧约时代这样的制度是从旷野时代就开始了，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经由摩西遇见神哈，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啊，摩西看见神的荣耀，那就把所有的那个神的誓约经文都放在他们的所有的教会的侍奉当中哈，就会幕这个会堂的这个侍奉里面，所以他就开始的有这样的像利未记啦、申命记这些制度就开始出来了。那个制度当时是旧约时代有长老、有祭司，而且神还特别派了一个支派，就是利未人，他们就专门做圣殿的工作，他们就做服侍神的工作。意思说11个支派，大家去努力去寻找这些食物或是这些所有的民生的必需品，直到进入迦南地也一样。然后以利未人他们这个支派就专门来服侍神，等于11个支派要供应这个利未人他们的各种需要。那这个是原始的那个制度哈。那到新约时代，他说也设立智慧的长老跟传讲上帝话语的牧师，一同眷顾他的教会。那离开了会幕以后，又经由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已经被曾经亡国嘛所以到国外去了，所以那一种礼仪的流程就慢慢被简化掉，因为在国外你能够敬拜神，那就不简单了。所以为什么犹太人有会堂哈？那是会幕的一种新的形态，因为在外地你总不可能盖一间像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大当地的那个政府或是当地的国家或是王也不允许你这样做所以变成有一点类似分支像那个家庭教会一样在一个小小的会堂里面，他们就继续来读圣经，来研究神的话语。然后他们就说，后来到新约时代了，延伸到新约时代，耶稣创立了教会，然后就有制度出来，就是智慧的长老跟传讲上帝话语的牧师一同来眷顾他的教会。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制度一直延伸。当然，有的教会就像我们长老教会一样，有长老跟执事，有2个阶层的分别，但其实都大同小异，就是有牧师跟长老一起来智慧哈。那我们的长老教会的宣告，或者说长老教会对长老的职分呢，有这样很清楚的描写。他说，长老的职分是要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访问有病痛的，鼓励冷淡的，教育年幼的，带领慕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你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说，这些工作，我们的印象中好像就是牧师的工作嘛。其实牧师也是长老哦，牧师也是长老，他叫做神话语的长老，只是称呼把它区别出来而已。那从这样象征，我们可知道说，长老教会它所谓叫做团队侍奉啦，就是长老跟牧师组成了一个小会，这个小会就成为治理整个教会大大小小所有的事工，无论是看得见的硬体的建设，或是属灵的这种建设，都是长老跟牧师，只是说他们有分工。但因为一个教会要有一个领导者所以通常以牧师的一个身份为一个呼召的一个核心，但是其实是每一件重要的事工都是长老跟牧师一起讨论、一起分享，然后一起去探讨到底合不合适
那就决定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同样有份。我们感谢主，互祥教会从开始开创48年前到现在，神差派了不同时代的神的仆人，除了牧者以外，就是这一群非常让人家敬佩或是他们敬重的长老执事，他们一起服侍神。在10几年前教会开始转型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长老跟执事之外，我们又增加了小组长，又增加了侍奉团队。那这2个其实就是等于把牧师跟长老的境界拓宽了。牧师就是牧养，对不对？讲神的话语嘛。那小组长就是把牧师所讲的话语在小组里面再一次强调，再一次复习，再一次鼓励。那另外还有怎么样？关心这些小组员，关心他们的需要，属灵的需要，还有包括身体健康，还有联络关怀。那以前呢，这些任务可能就是牧师一个人要总包了。但是信徒增加到一个程度，牧师是心有余力不足，因为他没有3头6臂啊。所以小组长的职分等于就是牧师的延伸。那侍奉团队呢，等于就是长老跟执事的延伸，而且他有明确的制度，有明确的身份，有明确的这个领袖。那这个工作一发布下去，按部就班都完成了。那这个是我们教会很难得的一个属灵的资产，也希望能够继续把它强化，继续有更多人投入这样子。所以无论是在台前立约被案例，或是一般的差派，都成为这一个整个侍奉团队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一群都是神的仆人，神恩典的这个差派。那我们看到核心的神仆人的任务是什么？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他这样宣告上帝仆人的真理。第一个是受谁呼召，是受谁差派？他说：“上主的灵临到我，他膏立我，拣选了我。”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当长老的，他们要被按手，表示说，代表像当初受差派说上主的灵他膏立的意义。这样的话，这种拣选不只是我们用选票投出某某人担任长老执事，而是象征了神的差派。神借由每一个人的手投了一张票，来成就他的差派以及他的领导。那所以说，这个恩典是从神而来。第二个，就招什么任务呢？就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这个向贫穷人传福音，医治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这段话历代以来都成为每一个教会或是每一个神的仆人重要的任务。不过在传讲这段话语的时候，大概会有2种不同的解释，也是说2种不同的发展的力量。第一个就是属灵的意义，就是说这个话语应该是属于属灵方面的认识。比如说向贫穷人传福音，是因为向这一群心中贫穷的人，或是说心中有劳苦的人传这个福音。那医治伤心的，就是他们有苦毒啦，有任何这个心里面的软弱呢向他们的透过神的医治，然后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同样是属于心灵上的被捆绑了，或是被魔鬼所搅扰了。那这个比较属于属灵方面的。不过更多的是有人用这段经文成为他们在社会向普罗大众所有的百姓这个宣讲的一个重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实质的在社会里面带来这个翻转，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这个叫做另外一个那个大使命了哈。你知道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那段经文，但另外这个就是一种向社会传福音的一个属灵的任务。
所以很多人借由这段话语的激励呢，他们实际是投入整个社会的改造。早期呢，我们看到英国的那个国会领袖，他们为了解除黑奴，他们就是靠着这种信仰的宣告说，这些黑奴不再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存在的。早期罗马时代啦、保罗时代啦，或是历代都有这样的一种制度，但是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话语，应该让他们得自由。所以其实解放黑奴是从英国先开始的，后来林肯在美国也同样接受了这个呼召，他为了解除黑奴，甚至就是引起了南北战争，知道这个南北战争非常惨烈。美国国内战就有这一个了，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战争，那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要使他们得释放，所以他们就是从这段经文领受到，你在这个社会上，要实质让百姓真的得自由、得平安、得医治。所以很多人投入到偏远地区去传福音。其实我们如果广义上来讲，160年前来到台湾传福音的宣教师，他们从医疗开始，其实也是在福音这一段经文所归他们的呼召。所以换句话说，仆人领受的任务就是这段话所对我们所交代的，而且这个权柄是从上帝而来。他说：“宣告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去安慰悲伤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是长老、执事、各团队首长或是小组长，我们都同样领受这样至高无上一个属灵的任务。无论是在传福音属灵的释放，或是在实质上投入各样的这个社会运动，都是为了要让神的这个呼召或是神的使命能够完成。我们也知道很多基督徒投入政治运动，以前可能在不是很民主的时代，有人愿意投入这种释放的动作，让整个人民有各样的民主的自由，这些都是各地方很多基督徒努力的方向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二段经文曾经提醒我们这个世上的准则是什么？在哥罗西书3章22节，当时的奴隶他们必须臣服在一个主人的差派之下，但是保罗勉励他们说，其实你们在这个可能不是很自由的环境之下，你们顺服主人，你们努力工作，其实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为这个主人来当奴隶工作，而是因为你们为神工作，这个是何等超越的一种能力。那藉由这样的鼓励，让很多在困苦当中的奴隶，他们得到一个属灵的力量。那从这一段经文来延伸出来，成为今天我们所谓工作的伦理。我们在社会职场上，我们做事情的态度，虽然我们是臣服在一个公司老板或是一个事业体的这个员工，但是你基督徒的身份是我是为神在工作，那是非常超越的一种态度所以他说，奴仆要事事听从主人，不仅是做给主人看，而是出于真心诚意，因为你们敬畏主，忠于职责。哇，这个不简单如果我遇到一个不是这个我们说不良的头家，哇，要怎么在他的手下做工作，很累当然现在职场上也很自由，你说觉得我的薪资觉得不满意，或是他的要求太多，其实现在劳基法已经定了很多保障劳工的工作了但是有时候这个主人到底对于他的员工好不好很难讲上个礼拜我们的邱毅老师不是做见证吗到底怎么样让他的主人对他好，有时候很困难去改变呢。但是藉由祷告，这神竟然改变了主人的心意，那真的是太奇妙了但是从保罗的角度是说，我们在某一个职场里面尽你的本分，你其实不只是为这个主人工作，而是你为神工作。所以因为你敬畏主，
超越了你原来应该守的职分。我常看到有一些人在职场的见证了哈，好像觉得很多职务、很多工作本来不是你做的，但是你就是承接起来做，看起来好像很吃亏啊，多忙多事情。但是后来发现说，那些历练成为你升级的养分，或是成为你被老板赏识的养分。那到底是吃亏呢，还是便宜就不知道了。那基督徒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常常我们在职场上被别人所认定跟肯定，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的。因为保罗这样跟我们讲。当仆人要为主人工作，那我们现在的职场，我们为老板工作，其实他说是敬畏主。他说侍奉伦理是什么呢？是专心一意为主工作，不是为人工作。当然有时候在实际场合上面觉得，哇，这一关要怎么过？不好过哈。他其实同样，如果你是企业主，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怎么样让你的员工觉得说，我为这个老板做的是很值得的，因为好像我这个老板是基督徒，我为他做，好像也为神在做。那这是新的一种职场伦理，是从信仰上所知道的。所以主怎么报赏呢？可能眼前感觉上好像很吃亏，但是他说要知道，主会把他自己子民所保存的赏赐给你们，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那就是更奇妙了。如果你不进入到那个信仰的境界，你会觉得这个有点像天方夜谭。明明我的年终奖金都被扣掉了，或是我的薪水被7折8扣了，都没什么好的结果呢。但是你怎么样让你的工作成为神所报赏的一部分？那真的是奇妙。换句话说，神为你保存的，比我们的劳保6%还重要，因为他帮你保留住，而且是恩典丰富的给你。因为他说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在讲长老执事的就任是一种属灵的任务，属灵的神的仆人，但其实也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在神所差派我们在这个职场、公家机构也好，或是私人机构，或是你自己当老板，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当你发现你所做的是为神而做的时候，你会少了怨气，少了那些批评，少了那些挑剔，少了抱怨，而更多的从属灵上看见你做的神为你预备了。那个酬劳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看见，好像年终奖金马上花到你的账户里面，但是神要为自己子民所保存的，那个保存是永恒的，是永久的，因为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所差派的，因为他不是领薪资的啦，他是一个完全自愿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指标也是变成更超越。就是说，教会差派侍奉者是超越世上的准则，因为你负担的是一种属灵的任务，有时候是看不见的。像我们刚刚看到长老的差派，要去安慰这些那个伤心的人或是我们要去教导那些基督徒，他们有属灵的一个成长要帮助牧师来牧养，或是访问有病痛的要去教育那些年幼的，带领慕道的，这些都不是一个很实质一个什么业绩的任务。但是这个属灵的工作，我们应该是超越它，因为这个属灵任务是上帝国的扩展来努力。好像上帝国的这个整个事业的业绩比超越世上任何的，而且它是永恒的、永续的。那成就上帝在每个侍奉者的应许跟命定。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团契机构的首长也好，或是小组长也好，请记得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是领受这样从天上来的职分。这个职分是美好的，是超越世上的工作伦理的。那神在你身上有什么命定呢？我们互强教会呢，刚刚我提到了，从开创的时候，借由王忠信牧师，神差派他在这一块土地建立了教会。
有一群神恩典的仆人、长职、同工，就一起委身，到现在48年。虽然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是神一直跟我们同在。换句话说，我们努力在突破原先那种刻板印象，好像这个教会只有牧师是领薪资的、领谢礼的，所以工作就是他做，那我在旁边看着做，不是，而是因为神借由这位专职的牧者来呼召大家同心投入这个侍奉，因为你我都是上帝的仆人。有人是领社会的薪资，但是来做属灵的工作；那教会牧师是领了教会的薪资，是这个借礼来呼召大家一起成就神所命定的工作。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所谓的属灵的组织啦，属灵的组织。所以牧师有时候常常会用这样的比喻这样比喻来描述一间教会到底它强不强盛，这间教会到底有没有动力就一种比喻来讲，一个比喻是说，这个教会的牧师牵着一头牛，然后再拖一台牛车，而且有点要上坡那些教会的长职呢，或是这些同工就坐在牛车上面那开始喊说向前走，往上爬坡，那个拿着鞭子鞭那一头牛这样子，那牧师在底下推着这一头牛喘兮兮的，那个牛因为没有水喝流了一些口水，因为喘不过气来这种感觉。那这辆牛车大概能载多少就有限了因为跑不久也跑不远这个是一种教会的形态，就是大家看着牧师做，其他人就坐在那边纳凉这样子。那个强盛的教会是什么比喻呢？就是说好像在农历5月这个端午节在划龙船。那龙船呢，它一艘很长有个龙头在前面，然后有尾巴，一排划桨手，每个人拿一支桨，然后站在水边，把这个船上靠近水边，然后听谁发号施令呢？听那个敲鼓的那个领袖，蹦蹦蹦就一次要同时划，你不能我划1你划2，划那个水就划不动了，那艘划龙船就划不动了我们知道有时候因为划龙船又不是常态性的工作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职业选手呢，专门在跟人家国际比赛的，那就不简单了那通常都是因为年节到了哪一个公司哪一个单位，那就派一群人来他们没有经验又疏于练习一开始划的时候，糟糕，这个龙船不是往前了，是一直绕圈，因为那个不稳定啦，那个水流就不稳定，那船就不能跑了。但是训练有素的龙船划龙船，是因为前面有一个抢旗手，拿一个敲锣鼓的，你知道后面还有一个握桨，就是握那个舵的，那其余的人是怎么样？听那个鼓手蹦蹦蹦，那就划，往后就是往后，往前就往前这样子。那所以这艘龙舟就跑得很快，然后那个抢旗手就把那个旗子抢了下来，就得胜。那一个兴盛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它有不同的职分，但是每一个人不是营底下无代志前面在敲鼓的，后面的掌舵的，可能是教会的牧师或是长老领袖抢旗手是最有活力的，但中间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一直讲，你不是坐在那边营无代志，就是往前划。那我们看见说，这样的龙船的教会就是充满了活力，每一个人都是出了一份力。弟兄姐妹，我们期待我们富强教会就是一个划龙船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有职分的，只是你的职分不一样，但是你是神的仆人。最终的任务就像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你愿意一起投入成为一个神所高立的，你被拣选了，而且是向贫穷人传佳音，医治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得自由，是因为我们负的这个属灵的任务，包括有人从事社会工作，也是一种社会的福音的工作。感谢主。其实我们知道，上帝的仆人在教会上我们很清楚，但是其实广义上，我们这个礼拜六不是要选举吗？哇，我们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听这些选举人的诉求，对不对？那我们要一起为总统跟立委选举来祷告。虽然属世的国家领袖，但是从圣经的教导，他们也是上帝的仆人。意思是说，这样的仆人到底有没有遵从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因为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求上帝选派合他心意的。这些人有什么标准？从基督徒的标准是，他们愿意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我们都知道台湾从有选举制度以来，很多人都会钻那个选举的漏洞了借由这个来巩固他的家族，或是巩固他们家里的更多的所谓的利益吧或是在社会上有更多权利。特别在地方性的领袖呢，哇，这个一个城市要都市计划啦，要土地延伸啦，哇，很多美感有权利就有机会，他们只是为了得更多利益而已。但是我们台湾的领袖需要这样的领袖吗？不是啊，我们是期待说，这样的领袖真的是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的领袖，来领导这个国家。也许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政治光谱或是你们认同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总是能够在神的旨意下说，这样的领导者，我要投他的票，到底是为了感情因素，还是为了我是党派的因素，还是因为我认为评估起来他比较合上帝心意的仆人，这是很不简单的选择，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用祷告的心，是因为神恩待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台湾这块岛屿，有新的领袖，是合神心意的仆人，而且是他追求国跟义的领袖来领导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在这边居住的每一个百姓都能同时得到照顾，有平安，有喜乐，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愿神恩典跟我们的国家的领袖同在。其实这样的呼召不是平白的把它连接起来。早期大卫被撒母耳膏立，你知道大卫就是王嘛，属世的国王，但是他是被属灵的领袖所膏立的。你也知道说扫罗当时为什么会得罪神呢？他超越了属灵的任务，原来要献祭的是祭司，他竟然说我是王，我自己来献祭，不得了，干犯了神的旨意，到最后被废掉。所以从这样的，特别是西方有教会传统，政治领袖其实是臣服在神的恩典之下。好，那撒母耳就是膏立了大卫，我们就看到中世纪比较属于教会皇权时代教宗通常都是为国王加冕，你知道吗？是国王要跪在地上，然后由教宗为他加冕。换句话说，西方的传统这个很清楚，所以现在包括西方一些领袖包括美国的总统要选举，他们都知道他要按圣经来就任，是因为他们也是神的仆人，只是说他们所治理的是行政的事务，是国家的安全的事务，但是他们是同样是神的仆人。这样这个国王跪下被教宗或是宗教领袖所加冕是非常普遍，而且是非常久的时间。直到后来民主制度开启了，藉由选民，其实某种程度选民就是当时的教皇。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属灵领袖他是管理了这个地区所有的百姓，然后他们是属灵领袖，然后代表这个属灵领袖代表人民来按立这个国王。那今天没有这样的制度了，但是选民用每一张选票，让神的旨意能够呈现，那选出合神心意的仆人。愿神祝福我们教会的所有的领袖，也祝福我们在礼拜六要选出的新的总统以及新的立法委员。
我们要一起来做祷告之后呢，我们要来差派我们所有这个中保代祷的同工哈。我们现在做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份于你的圣工。主啊，我们曾成为神的仆人，在人的角度上，仆人好像名不见经传，好像是很低下的工作。但是保罗、大卫、摩西，他们以成为神的仆人为荣耀。是的，主啊，我们教会有一群神忠心的仆人，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事奉团队首长、机构首长，包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荣幸，有这个福分，看见神的荣耀，成为神的仆人。主啊，愿你所差派的是圣灵亲自膏抹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愿意执行、愿意来完成神所命定的。神啊，我们将今天早上受差派的长老、执事、团队首长以及中保代祷同工都交在你的手上。当我们愿意为神工作、为主基督工作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所做的要荣耀神，我们在教会所做的要开展、扩展你的国度。愿神将这样的恩典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做差派。那